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女网红，叫做尹乔。伊抛出着一段影片，是伊伫个高速公路顶驶伊的跑车，后壁有救护车，伊无让路，啊是驶了比救护车较紧。伊讲伊是咧带领着救护车，伊的头前闹轿车，伊就二喇叭爱对方来让路，一路是为中华开路开到嘉义。结果这个影片一抛就网是互骂甲扁，讲伊根本就是咧炸救护车。啊，警察嘛讲，民众无需要帮救护车来开路，即挡伫个救护车的头前，罚款上悬是3600块，爱个吊销驾照。我后面有救护车，小安在带领救护车。穿白衫这个女驾驶驶蓝色野马跑车透过马古面看到后壁有救护车，伊无让继续占油门。这个女教师讲，由于中华替救护车开路到嘉义过程中，头前闹车挡掉了，伊就讲对方驾照是用鸡腿换的，二喇叭爱对方赶紧闪。好啦，他是没看到有救护车，哎，不是啊。驶跑车替救护车开路的是伫 IG 有16000多名迷众的女网红稳桥。影片一个铺上网络，民众咧批评，讲你感觉你是甲斗相共，也毋过会互救护车搁较大的困扰。个人讲救护车大概感觉你是一台无想要让的野马。个人救护车驾驶看到影片了后，嘛劝救护车驾驶的角度，呼吁大家爱让救护车。他为了要帮救护车开到自己变成要开很快，这样反而会造成另外一种风险。就是有点像挡在前面这样子，会妨碍救护车执行他的公务。这个网红伫 IG 回应讲，伊发现救护车的时就已经先让啊，绝对袂去动救护车。迄日讲是因为有车伫快车道甲慢车道慢慢咧比赛，而且会开上车道二喇叭。伊佫讲安尼做有伤过。如遇救护车立即避让即可，不得主张道路优先权，替其开道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网红替救护车开路行为犯着3条规定：第一，动救护车；第二，一直二喇叭逼车让路，无保持安全距离，这上重会当罚15600块加吊销驾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